真有台湾味的天团911的歌手春风，伊的结拜兄弟二兄林凤仁，今年4月伫厝内底甲厝内底人冤家了后，竟然是激气，家己单情单死。春风事后嘛，伫社群媒体发黑白相片来哀悼。当时伊的二兄伫病院已经无生命现象，讲伊二兄的母囝甲家属不满着医护人员无继续救人，伫急诊室时情绪激动，毋但讲破坏着医疗器材，阁甲医护人员纠缠威胁，病院全报警，甲因移送法办。最近这个判决就来了，这个二兄的太太甲后生拢互判刑3个月。今年4月，草屯一间病院急诊室路口枪花10几个少年下，搬起天团911歌手春风的结拜二兄林先生开枪自杀，从送去病院急救。帮我讲一下他的状况，没有都没有状况。在伫咧医护人员进行急救时，伫咧急诊室等待林先生母囝情绪激动，这期医护人员无尽全力甲人救，佮甲医护人员呛声威胁，甚至动骹手占医疗器材。会不会觉得很惊恐？会，一定会，怕自己也会是下一个受害者这样子。对我们医疗部分有点不太能够接受，所以对那个器材都是用砸的这样。当时病院随报警，林先生母囝和朋友去警察局违反刑法、医疗法移送法办。法官认为林先生母囝敢若因为不满病院医疗方式，就甲人恐吓，佮起家动手占物件，互医护人员拢着切惊。认定说是构成了刑法305条的恐吓罪及医疗法第106条第3项的罪名后，那各量处有期徒刑3个月，都可以一颗罚金。林先生无妨救回来，春风的心情是真艰苦。伫咧社群团体普遍纪念二兄，写较早拢是你伫咧照顾我，即马我会当替你照顾你的后生查某囝，后世人才个见片。若二兄家属不满病院急救的处理方式，工长佮起家动手，卖替家己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